係30號同2號啊，唔係32啊。開得 ，OK， 準備好。撳緊。紅色波先，大哥開咗。2分係嘛？白色33號犯規。佢板底整親啊！你睇住佢噶嘛？係啊，星期5嗰日啊。嗌俾自己聽㗎啦，都比較威出先。嗌俾自己聽。即係我都要嗌埋邊個犯規嘅成。如果有出聲，我會清楚啲。OK， 好。2號犯規，紅色犯規。2號紅色犯規。佢撳咗大個而家唔撳。55號白色2分。Thomas 2分，4比4。哇！紅色10號3分。花都有嘅話就好。A 輪3分，媽媽3分。手部，唔該。紅色55號2分。犯規。有規犯規。係啊，我3-4分嚟嘅。頭先有收。借咗1-0號，就問大家問邊1號？原來我本身今季轉咗1號。3號。0號機啊！紅色55號，罰球1分。
紅色55號犯規，55號啊！第一球不合唔入，我哋第一球炒㗎，呢度踩㗎，唔計。第一球唔入，繼續我哋攞分波，四號波 ，Cyrus 犯規一次。遠曬啊！你射波啊？我都見到你。射波掉出界啫，出界啫。出界掉到腳定掉到？唔好意思，都係你射波，唔好意思啱分你個。攞波攞波！未攞到啊！攞到啦！換人唔該，下球換人。好，坐低我哋面前，呢度。好波！哎，你啦，出界啦要。換人。係啦，出界。紅色15號換30。紅色換入54號、15號、1號。我再講嗰陣。換埋。白色1號換3號。紅色全隊55 1號15 2 54。好波！紅色55號2分。阿榮55號2分。做好做。我哋做唔到喎，點解嘅？一到2分。33號犯規2球。榮超。我有成隊叫啊，白色0號、1號、7號、55、22。第一個犯規，第一個犯規，2號第一個犯規。第二個唔入。
好，紅衫54、15、18、1、2，白衫0、7、22、55、1。開波，你兩秒同一樣啫。白色0號3分，射多幾球，Gordon。Kevin 打翻左邊 ，Kevin 左邊。有波啊！唔好帶，阿雲再俾個飛佢啊！球證唔喺度，球證嗰度，球證嗰度暫停。警出咩？紅色暫停。係。紅色暫停，紅色暫停。跟住呢種。你打乜字個位先？正3個位先。有機會領先打多年波。最有波一出手，你知有冇？因為 Kobe 啊。係因為 Kobe 啊。啲水喎，啲水唔係。10半機。我見人都知喎。你自己都教10半機。啲傷我哋喎。我球證啊，唔關咩件事啊。好。我準備。再叫一次啊！白衫0、1、7、55、22，紅衫10、18、1、54、15。OK 嘅應該。阿拋啊，先要走上嚟啊，唔係留喺度㗎。紅色球54啊，係咪乜事？需要打頭。好入去，出嚟！你馬雲師兄！哇！好波打一！未吹啊！而家先吹啊！好，白衫55號換15號。幫手俾個規矩啊！俾個規矩大波！
2分。爭啲啊！好多紅色10號 and one。執波嚟嘅，但係最進攻嘅都係嗰邊，即係少少。係嗰陣防範先，我陣間所以7號2分，白色。加咗啦，白色7號犯規。你守15號，守15號。紅色6號換1號。紅色暫停。白色後翻係咯，我媽。係咪紅色暫停啊？紅色暫停。兩個啦已經。係啊，咁要用嘅。點解啊？突然間。紅色贏，紅色贏。唔係佢係本身贏好多，跟住而家輸咗。佢而家係好尷尬，佢係企埋一邊，但唔小心入波。因為Watson嚟咗之後咧，佢出咗嚟之後咧，佢就應該冇本身Watson嗰時咧。嗰場係小爸爸。唔係佢少一個配槍，佢少一個槍。冇時間開波。好，紅衫6號、10號、30號、55、54，白衫5號、7號、0號、1號、15號。白色就犯規，幾多球？會放。白色1號定7號？7號，即係睇嚟。兩發。最後後啲都唔緊要。後啲都唔緊要。留翻一隻好啲。紅色10號1分。我手翻次嗰個。
色55號犯規。你冇增加到。34會入嚟，紅色坐低先，坐低先。後生換人，再走。紅色34號換54號。準備。2分。即係佢如果唔係嗰個錢，喂，4秒嗰場，手埋。邊度反饋？白色1號。高兩分。22、33、44、55、3。4433對唔好啊，係332對唔好啊。Matthew 你上亂咗路啊！係清隊啊！叫得㗎啦大鐘。收到，15秒。唔係呢球係重新開。喂，呢個入啦。我呢個對會應該做。你個對好睇。重新開過。加係咪犯規？邊波？出嚟呢度。走得，好慢！入樽！紅色2號2分。踢波啊！踢波。好，白色3號2分。係啊，好啦，非常靚啊！好，紅色30號3分。
都係咁樣排嘅。咁我紅色34號犯規。阿 Ben 無端端食嗰個犯規喎，無端端整人。好，白色55號2分。出個第二次出個，堅持扎底，扎底。啊！收球犯規。等陣下，等陣下。好，換得啦，阿爹，捐線。真係啊，3號。係，應該係。好好。OK， 白色係點換啊？55號換15號，紅色再 call， 1號15、2、18、55。但係進攻係佢進攻係做好個防守，總之 call 翻就直接。哇！真係好難。除非係少過14秒先加翻15號犯規啊15號。白色，白色。白色0號換33，10號紅色10號換2號。所以佢4秒衝嘅時候，仲有。好事，做好防守，做好防守。過嚟，阿華過嚟。勁得滯。走嘅，過嚟，準備啊！good 嘅，好喎。阿華慢慢揼啊，唔好俾我快動啊，慢慢揼。阿榮開，阿榮開。去快攻。張步，換得。好，白色7號做好個手。換44號。好，紅色54換55。
邊個犯規啊？哦，3號，白色3號犯規。回防，過嚟，阿雲喺前面，過嚟啊！小謝，阿雲，過嚟，係準備㗎。好，白色15號2分。我都可以回防，準備，舉手，準備，死攻，阿雲過嚟，你真係其他有啊。係咪仲要唔係紅色15號犯規係嘛？我又開多支水嘅你哋。嚟緊，係嚟。準備咁快10分鐘撳，係 good。有個 B 一聲，遲咗 B 啊！佢原本一撳就 B 嘅，遲得咁嚴重。條籃，好波，舉手，過嚟，慢慢。你覺得我哋有冇第二？苗籃。3、2。15號紅色犯規。咩射波嗰個？呢球鏟。咩位啊？白衫22號1分。睇位。白色15號犯規，紅色10號 and one。紅色15號換6號。白色7號2分。22，白色22犯規。
你好中意睇我嘅，可唔可以做前頭先邊個犯規啊？ 2分鐘嘅時候，頭先有 Ricky 犯規啊？白色。犯規啊！因為其實好，白色22號犯規。係啦，15號捉住呢隻手啊！再犯規。白色15號犯規。加威4犯。跟住就坐喺度，係咪出唔出啊？好，白色15號換55號。好，紅色10號1分。準備，阿拋噴旗波啊！紅色18號犯規。坐呢度呢？阿雲啊，轉頭。換人。入咗嚟換。入咗嚟換。咩位？入。白色22號1分。紅色55號換18號。嗌人！老闆。係啊，走步。好，紅色再 call， 54號、2號、1號、55號、30號。而家但係嗱喺你個位度係咁好啊！好扯住你啊！好靚仔啊！呢個咁都唔係啊！快睇啊！你咪扯撚住咗佢打撚咗落嚟啊！咁都唔係，點解可以4次啊，而家對犯4次。係啊，要講得清晰啲。好。喂，射好啲啊，同我一樣啊！喂，你籃球教練係 coach 杯啊，唔係我啊！射好啲。加油啊！入咗嗰度換呀。換人。白色最後犯規。對3號。再分呢兩紅色會有犯規。1次啦，打球唔入。頭先頭先白色15號換 Ricky。係咪換人？白色7號N1。換人。頭先拋邊個？邊個係拋啊？紅色。紅色嘅。阿拋係咪你拋啊？邊個犯規啊？阿拋係咪你犯規？邊個犯規啊？邊個犯規啊？球證。54號紅色。犯規。係。Viva！
停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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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個速度好啲啊！陣間打10啦，好啊，打10啦。陣間你打邊口先啊！哇！Thomas， 哇！83、552分。有機會白色55號2分。請留暫停。紅色55號2分。sorry。邊個發話？55號。紅色55號犯規。最後結果32-30，壓射勝。即係影一影嗰個。分牌嘛？球色。收唔晒。